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7章赔罪祭的条例，下面是赔罪祭的条例。赔罪祭是至圣的，就伫抬烧化祭的精生的所在，抬赔罪祭的精生，甲伊的血溼伫祭坛的四周围，伊的油就拢现。规只肥的尾巴内，甲伊顶面的油，2粒腰子，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，甲伊的网丝，拢着摕起来。祭司着将这个下伫祭坛顶烧，做献予上主的祭物，这是赔罪祭。祭司家属的查甫人拢通伫会幕的埕食祭肉，这是至圣的。赔罪祭甲赎罪祭的条例相款，祭物归伫献这个祭的祭司，同款烧化祭的精生的皮归伫献烧化祭的祭司，所有伫火炉烘的、伫鼎也是煎盘煎的素祭，拢归伫献这个祭的祭司。有超油的，甲无超油的素祭，拢着归阿伦的子孙，大家平分。平安祭的条例，下面是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条例。若人为着感谢要献祭，就用超油的无酵饼、抹油的无酵薄饼，甲超油的幼米粉做的饼，甲谢温祭的精生做伙献。搁着献有价的饼，甲为着感谢献的平安祭做伙献，着对逐项要献的饼摕1份额悬做礼物献予上主。这个物着归伫献平安祭的血的祭司，为了感谢献的平安祭的肉，着伫献祭迄日食，一点仔都毋通留到过早起。老人为着谢愿，也是甘心献祭，献的祭物着伫献祭迄日食，剩的过日还通食。毋过剩的祭物到第3日就烧掉。老人到第3日还得食平安祭的肉，伊献的祭未受上帝接纳，嘛无算伊有献这个祭。这个肉无清气，这人就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这肉若吸到无清气的物，就毋通食，就用火烧掉。其他的祭物，礼仪上清气的人拢通食。老人本身无清气，搁食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肉，这人就对人民的中间结出。老人摸到无清气的物，无论是无清气的人，还是无清气的精生，还是任何无清气的物，搁食到献予上主的平安祭的肉，这人就对人民中间结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以色列人宣布，无论是牛、绵羊、山羊的油，拢毋通食。自然死的精生的油，和野兽、拆理的精生的油，通做别项的路用，毋过千万毋通食。无论什么人食献予上主用火烧的精生的油，迄人就对人民中间结出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拢毋通食鸟仔，也是野兽的血。老人食血，无论什么血，迄人就对人民中间结出。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以色列人宣布，老人要献平安祭予上主，就对伊的平安祭的祭物摕一部分来献。伊就亲手带精生的油，甲香坎肉，用火烧做祭物献予上主，将香坎肉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献予伊。祭司就将油下伫祭坛顶烧，香坎肉归伫阿伦甲伊的子孙。恁就对恁的平安祭摕正平的大腿额悬做礼物归予祭司。阿伦的子孙中间献平安祭的血甲油的祭司，通得到这个正平的大腿做因的份额，
我对以色列人平安节的中间，将这个摇过的胸坎肉甲提悬的正平大腿，互祭司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做因对以色列人得到永远的份额。这个祭物是对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摕出来，做阿伦甲伊的子孙应得的份额。对因做祭司服侍上主的日开始。这就是你甲因抹油设立迄日，上主命令要予因的份额，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规律。以上是烧化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、设立祭司的祭，甲平安祭的条例。这个是摩西伫西奈的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祭物予上主的时。上主伫西奈山命令摩西，